鱼儿这这真少咧讲鱼儿这台语，鱼啊爱食。鱼爱食，鱼爱食，鱼食啥你有食啥的啊？对，你袂使有别人食。鱼爱食。来，老师鱼爱食，对唔对？好，拍摄啊！今晚我来，我有机会吗？嘿，我有机会啊。用油哈？哈？鱼，安尼咧讲，这根本唔捌听过。你讲一届。较大声。来，老师，鱼个对唔对？咱做错唔过都唔对。袂使干那我一人。对。这应该是有一个较歹有专一个业的词啦，嘿啦。是，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一个。因可能喊咧钓鱼啊，吼。来，鱼儿就是要生鱼啊，才会啥字啦。所以有人讲字，啊嘛有人讲鱼字，嘛有人讲钓字，三种拢会使。字哦，字，